啊，有一个这个教会伫咧甘关啊，吼，伫咧 Orange County。啊，这个教会莫讲这个教会名歹势吼。啊，这个教会有一天咧，有一回请这个香港有一个牧师叫做王立民牧师啦，啊，王立民牧师。王立民牧师是带这个小组教会，叫有名的一个牧师哈。王立民伊伫香港做这个教会，用小组教会。啊，甘关有一个教会呢，就请伊来做讲员啦。啊，这个去机场接这个王牧师的同工呢，伫车顶就甲王牧师讲一句话啦。伊讲吼，伊讲王牧师啊，这个你来遐做摆啊吼。阮即个教会对即个救恩即个代志吼，阮拢了解，吼，基要的信用，阮也拢了解。所以呢，这一次来请你讲深一点的道给我们听，不要再讲救恩的道，讲深一点的道。哎呀，这牧师伫车顶就听到刚刚甲伊要求安尼嘛，讲伊要听较深的道啦。啊，这牧师讲，伊讲吼，较深的道是啥物呢？这牧师讲吼，这个比较深的道，就是去死的道啦，去死。这赛车兄弟讲，哈，较深的道就是去死的道。你要不要听比较深的道？比较深的道，就是老我死掉的道。你看不看见呢？这就是福音呢。福音就是最深的道。我们以为福音信主就得救是很简单的事，当然很简单。可是真的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你活几年了？有没有活出来呢？你太太最知道，对不对？你先生也很知道，你的孩子也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有没有活出来呢？福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活出来不容易。我以前也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台湾新竹在乡下长大的农民的小孩子啊，我主席做产的，我们都是传统的信仰长大的小孩子啊。我伫厝有捌听过福音吗？阮兜的人有捌去过教会啊。阮伫新竹庄脚，阮是做菜的，我们没有听过福音啊。我们就是从小就是在家里长大，啊，到高中去读大学，好不容易考上台中的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是基督教大学吧？啊，我伫大学，我伫读大学时，我对基督教是上界反感就是基督教，因为校园里常常放诗歌，我一听到诗歌，我就觉得他在思想上侵犯了我的自由。我这样听你听不懂。我讲另外一件事情，比如在台大校园都放佛教的佛经给你听，你要不要听呢？就这个意思嘛。你反过来看就这个意思嘛。为什么你的信仰、你们唱的歌要放给我听呢？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反对基督教，也不喜欢基督徒。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基督徒啊，东海大学有一些基督徒啊。可是我看基督徒没有比我厉害，他读书没有比我好。走路也比我慢。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在工作了。后来我在日本工作2年，我们的同学没有一个追得上我的，基督徒更不用说。那个时候我们大学里面有一个校牧，我们是基督教大学嘛，东海大学在台中嘛，那当时的校牧都是老护理牧师啊。后来我伫大学甲老护理牧师同工，我讲老牧师足歹势吼，你4年，我4年了拢捌听过你讲道咧。我没有去礼拜堂，东海大学的迄个拜登偌水的，我就没有进去过啊。我就是反对基督教的人。
如果有一个人反对基督教，没有比我反对的更厉害；如果有一个人讨厌基督徒，没有比我更讨厌基督徒。我最不喜欢基督徒，上帝都调我做某书了。你都不敢想象说一个新竹乡下的种田长大的孩子会信主，我们根本就不信，我们就不信主啊。1985年的国庆日，差不多这个时阵10月的时候，我回到台北。1985年10月左右回到台北，那时候，我的太太的妹妹是读淡江大学的，淡江她读大4，她回来了，好高兴。她说：“哦，姐夫，他江里正，我告诉你，我今天受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1985年10月，我马上跟他讲：“你真没有用，就我罗言，好好一个人不做，去做基督徒。我们台湾没有神可以信吗？要去信那个外国人的基督。”我就讲这个妹妹讲了一顿，这是1985年10月的事情。没有想到1986年6月我就受洗了，隔一年6月我就受洗了。不能明白，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子，就是不愿意信主，自己很努力，也觉得不比别人差，一直到美国读研究所工作，做生意，跟朋友有生意的往来，有钱财的纠纷，把钱借给一个很信任的朋友，这个钱最后拿不回来。到1986年，我再去跟他要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家里面翻了脸，吵起来。吵到最后，到半夜差不多12点，那是6月那一天是端午节，3个月这些没有要回这个钱，不是很多钱。走的时候，他从他的宿舍出来，他在一个店里工作，他拿了一把手枪，到我开车子的驾驶座的旁边，在德州的达拉斯。6月是非常的热，那窗户是放下来，他就把枪举起来，对准我开枪。那我想他是不敢开枪，因为是他欠我钱，不是我欠他钱，对不对？就没想到他真的把枪举起来，把扳机按下去。我一听到扳机的声音，我就把手举起来，挡在这个枪的这个。因为他就站在窗户旁边嘛，我就用手砸那里挡那个枪。那时候在半夜12点，他开了第一枪，第一枪就被我的手挡住，这里就是挡了第一枪。一打了开枪以后，这有2根骨头碎了，肉被炸了，然后就麻了，就放下来，然后开始就对我的胸口。连开3枪，1、2、3，3枪。我中了4枪以后，我就倒下去。然后后来知道有一枪是从我左边打进去，穿到右边的肺里面，在肺的中间。一枪是打到胃里面，一枪是打到脊椎骨的上方。3枪都没有打到心脏，也没有真的打到脊椎骨的里面，就避开一点点。后来我觉得我不能呼吸了，他就靠着门，所以我逃不出去，我跑不掉，我就用爬的，爬到隔壁这个位置，把门打开，要逃出去，没办法跑，就摔到那个停车场那里。那是半夜。大概12点半1点的时间，那枪声很响，那我看到外面的这个星星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我就不能呼吸了。那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那我就躺在停车场，我家不甘愿，
甘愿，因为我来美国读书，我爸爸妈妈去标会，有回哦，救急、跳钱，你卖谷子，会低，安尼筹钱，那时候1:40还是42？40，筹到那个学费，到美国读书，读完研究所。才开始做事啊，开始赚钱哦，还没有寄过1块钱给爸爸妈妈哦，然后就要死在美国，就刚了。那时候就很怨恨，后来那个救护车来，把我送到Dallas 的 Medical Center 的医疗中心。那送到医院的时候。那医生因为我穿一个 T 恤，白色的，全身都是血，他一直不知道我中几枪，而且子弹都在肚子里面，找不到。然后他问我，我也不能讲，已经半昏迷的状态。那后来我太太也赶到医院，那个护士对他很好，就叫他坐在一辆轮椅上面，然后他就那个医生就把我的衣服剪开，就找看我中几枪。然后最后他们就告诉我太太说 ，He could be die， 说我可能会死。那个晚上开始动手术，我中枪，腹腔中得很严重，几乎都不能，很痛很痛，伤口不痛，但是肚子痛。那我希望他赶快把肚子打开，所以现在这个刀口呢，伤口是从这个胸口这里一直到肚脐下面，就开一刀整个打开来。开刀的时间很长，从半夜开始开刀。那这是我太太的那个部分。我太太说，因为我们那一天是下午3点多从 Orlando 开车到 Dallas， 跟朋友要钱，没有要到钱，3点多没要到钱，3点多 check in hotel， 晚上10点去要钱，没有要到，半夜就受伤。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亲戚一个朋友都没有，在 Dallas， 我们就刚刚才到，下午到晚上就受伤了。都不认识，那开刀的时间很长。后来我就不知道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就好像就到了一个地方，我卡进去就更的时候，比这还要亮，大概亮要10倍这么亮，很大很大的地方，很空旷的地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就不知道我是活的还是死的。在想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很美的音乐传到我的耳朵里面，那个音乐很好听，我就想，我怎么有这么美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歌？我知道这个歌啊，只是想不出来名字。想了很久，终于想出来这首歌叫《慈光歌》。圣诗有一首歌叫《慈光歌》，你知道这里挂吗？我不知道。我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慈光歌呢？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蒋总统过世了。那一年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的追思礼拜就唱这一首歌。那我是大学吉他社的，我是弹吉他的。那我们吉他社的陈老师呢，就把这个慈光歌改成古典吉他的谱，所以我们古典吉他社是要学这一首歌。那是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的事情吧，我忘记那是几年级，10几年前哦。我没有去教会，没有唱过这个歌，竟然在12、13年以后，在医院里面听到这首歌。我一想，这首歌叫《慈光歌》，我归然我就很高兴起来，说我终于想起来这个歌叫《慈光歌》。我一高兴，我眼睛就睁开了。睁开以后，我就看到我的旁边站着一个人，站着一个年轻的人。那这个年轻的人就拉着我的手，在讲话。我说：“他在讲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赦免他。”
主啊，求你拯救他，主啊，求你医治他。哇，你听，这是谁在讲话？我听到是他在讲话，他好像在为我祷告。主啊，你拯救他，主啊，你赦免他，主啊，你医治他。我也不知道他祷告了多久。他看到我眼睛睁开，他祷告完，听到他的祷告，我被打枪打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躺到停车场，全身就是血嘛，然后很冷，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一直到听到他祷告，我的胸口才开始热起来。主啊，你赦免他，主你医治他，主你拯救他。我一直听声音，听到我的胸口好像有一团火在烧，一直在烧，烧到这个火一直烧到我的头顶。这个头顶要冲出去，冲不出去，又从头顶一直冲到我的肚子，又冲到我的脚底，我全身就发烫，然后我开始号，我就开始哭哦，就一直哭，那个眼泪就从两边一直哭。主啊，你赦免他，主啊，你医治他，主你拯救他。我全身都插很多管，插了7个管子，都不能动。他看到我全身在发抖，眼泪一直流下来，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江先生，你要信主吗？要不要信主啊？要。你要信主，你就拉我的手。江先生，你要信主吗？你要信主，拉我的手，要不要拉？要。我就拉他的手，他说好，我带你祷告，主啊，赦免你，医治你，拯救你，让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做你的主。好，那个祷告一祷告完，我好像回家了，我回家了，心里有种感觉是我回家了，我平安了，我不会死了。我觉得神很特别啊！如果旁边刚好站了一个和尚说：“你要不要跟我出家呢？”这个牧师呢，跟我同年纪，那时候他也是30几岁，从香港来的，讲的国语也不标准，讲的国语我听没有，听过。他就问你要不要信主？我告诉你们啊，信主不信主，在你一念之间。就看你愿不愿意。你如果不信主啊，就全世界最有名的讲员来跟你讲，你还是不会信主，因为你已经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是圣经的话。如果你要信主了，你今天就可以信主，这是你的决定，一念之间。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信主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哦，没有查过经哦，没有去过教会。就是人家问你要不要信主，就是这样，你要不要信主？这传福音，我的牧师太好做了。我常常我有时候跟他欧牧师讲信欧嘛，我说欧牧师，你这牧师太好当了，你都不用传福音，就问他你要不要信主？你要不要？是这样，就问你要不要信主啊？而且才能智慧。他后来读完达拉斯神学院的博士，他去做了加拿大神学院的院长，后来把我介绍到达拉斯神学院去读，我就在达拉斯神学院读的。他就是带领我一生的牧师。他就问我你要不要信主？我说我信主。在死亡的面前，你所有的骄傲都要放下来，你所有值得自夸的都要放下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放下一切。放下，我跟神祷告，主啊，如果可以让我活着离开这个医院，我不再做生意，我要一生来像我的牧师一样为你而活，我愿意做这个事。这是我跟神的祷告。我也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让我这一生还能活着，我要向大学生传福音，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福音。我读基督教大学哦，
我们同学没有一个人邀请我去参加查经班哦，没有一个人跟我传过福音哦。我就跟神祷告，如果我还活着，我要跟大学生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我这差不多30年来我做的工作。我愿意向许多年轻人传福音，因为那少走了很多冤枉的路。我信主以后，好像回家，神帮助我，我在加护病房 ICU 住了2个多礼拜，慢慢好起来，就转到普通病房，然后做这个手部植皮的手术，因为这整个皮和神经有75%的神经是被打断的，所以这个手基本上是残废的。但是神很恩待我，在这个过去的这一些年日里面，医治我，帮助我，慢慢的复健。86年的6月受伤，8月出院，8月15号受洗，和我的太太一起在医院信主。其实我们信主的过程可以讲很久，我们也经历很多事情我们会信主原因很多，最重要就是神拯救了我，让我从死里再活过来。神也让我的婚姻重新开始，让我跟我的太太，我的婚姻又重新在医院开始。其实在我受伤之前，我们已经在离婚的边缘，我们的婚姻很不幸福。我们是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蛮不好啦真的，到底隔壁也不好大学同学不好，真的，大学同学没用，一样会离婚，就是在离婚的边缘他是外省人，我本省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怎么活下去那些认识我的年轻人都知道，我跟师母是不同种的人今天是短宣分享嘛，我们的短宣队人都讲，师母非常凶非常严格，可是又很爱他们。那我是老好人我是每个都好的但是就是性格不同。我们的婚姻又从医院里开始，从信主以后开始。一个人走过死亡的边缘，对人的看法，对事的看法就不太一样。牛粪香不香啊？德州很多牛粪哦。对。德州的农场、牧场很多牛粪哦。闻到牛粪，我觉得怎么这么香啊？你知道一个人死过以后闻到臭的都很香。从我信主到现在，我说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坏人，在我的心中都很可爱。你们很可爱，你们不喜欢的人也很可爱，你们喜欢的人当然也很可爱。在我的心中，神把这样的一些仇敌拿掉，让我能够接受很多不同的人。后来我到普通病房以后，美国的警察、联邦政府、检察官开始进来调查我受伤的案子。因为开枪打我的人他也没有走，他也没有逃，他就在那里等警察，警察就把他抓起关起来，一直到我离开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他们才开始在调查我受伤的案子。那原来对方是录下一份口供，是说当天是端午节，他喝了很多酒，所以因为喝醉酒，我们2个在停车场抢这个枪，所以枪不小心走火。还连走4枪。那警察就问我说：“你不用担心，所有的律师费我们政府会帮你负责。”那他知道我的左手是残障，他说就是要求对方要赔。那时候我的牧师我带领我信主的牧师每天下午都来看我，带领我读圣经。我从那时候开始读圣经，一直读到今天。圣经是我最爱的一本书，是我百读不厌的书。那带我读马太福音，一直这样读到警察来的那1个礼拜，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8章。马太福音18章非常有名，也非常了不起。其中这18章里提到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来问耶稣的一段话。他说：“我的兄弟，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不是7次，是几次啊？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
我们饶恕人1次2次，最多3次。那我妈妈都跟我说，你若怕没压啦，你照不死啊，你跑就是了，何必让他伤你那么多次呢？那个圣经我读不懂，牧师就带我读，读到后来他就读到说，耶稣讲完饶恕70个7次以后，就讲到说有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两银子，没办法还。记得这一段故事啊，这一段比喻啊，耶稣讲这个没有怜悯的心的仆人的比喻，最后讲到说，那个主人把他欠的1000万两银子都还了，可是回到家看到他的邻居欠他10两银子不还，就把他告到官府去。这个告到官府去，那个字打动了我的心。那天读完马太福音18章，我的牧师跟我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神把最宝贵的生命给你第2次机会，你要对方赔你多少钱呢？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那讲到饶恕，我们需要被饶恕的更多，我们饶恕人的也很多，我们受伤的人受的伤害很多，我们也伤害别人很多，不是吗？读马太福音第18章，我在神面前思想我自己所走过的路，我感谢神没有让我那时候就死掉，还活着，因为神赦免我。其实仔细想，在1983年到86年这3年当中，我得罪过很多人，得罪我太太，得罪我太太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得罪很多人。我仔细想一下呢，如果这些人好几个都想杀我，这里面要杀我的至少有4个人，有4个人要杀我。第一个要杀我的就是我太太，太太一心一意，她杀过我没杀成功还是她就要杀我，我太太杀我，我太太爸爸是恨不得把我杀了，然后我的岳母也是想杀我，他家还有一个人要杀我。我仔细想一想，如果他们都开枪的话，我要中5枪，今天我只有中4枪。神还是怜悯我。你知道，一个人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你的本相，你走过的路，只有你知道神赦免了你，只有你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我不讲，你也不知道。我在神面前就知道神赦免我，才让我活着。神如果按我所做的对我刑罚，我没有机会的。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所以那一天。隔天警察来的时候，我就签字了，我就放弃了，我不告他了，这个案子就结案，他也离开医院，离开这个监狱，就不再被关了，那案子就结束了。其实我因为这样的决定呢，神很祝福我，神也很恩待我。一个人肯饶恕你，真的伤害你的仇敌，真的得祝福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最蒙福。我自己最猛，我恢复非常的快，我在医院里面恢复的很快。我常常推着那个架子就是那个打点滴的架子，在医院里面走路嘛。在走路的时候，常常碰到护士那护士看到我都傻眼了，说：“You are a miracle。”他说：“You are a miracle。”因为他们觉得我半夜受那么重的枪伤进去，可能活不出来，不能活着走。我现在竟然推着车到处走，他们觉得哇，真的 You are a miracle， 你是一个神迹恢复得很快一个人心里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他身体上自然就得到很大的医治和释放，这是我的经历。8月我就出院了，受洗，在教会里开始聚会，我每天都聚会，真的就刚刚那个姐妹讲的一样，我在刚开始在教会聚会闹了很多的笑话，就刚有一个姐妹跟我说，那个牧师叫你去参加查经，我都问她说今天是喝什么茶。这我还常常问自己，我觉得真的丢脸丢光了，还是在基督教大学毕业的学生，根本不知道有查经这个事情，我才知道查经的查是那个查考的查，真的是笑话闹多了，在教会里面。到那年年底我就回到 Orlando 我们的家那边去，就把生意都结束了，回去 Orlando。
回到 Orlando 以后，我才知道神的祝福是从 Orlando 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受伤了，其中刚刚讲有一枪是在我的脊椎骨上方，那个子弹呢一直都没有拿出来，就是一直在我上面。当然还有一枪在我肺的中间，到今天还是没有拿出来。所以我的肺中间，我去照，我上礼拜在台北，前2个在台北，每一次照 X 光，这就有一个亮亮的一个像拇指那么大的亮亮的一个弹头嘛。在里面，每一次照完 X 光，那护士要讲，我不是叫你烫伤，我疼啊，那个扣子呢？不行啊，不是扣子啊。他们叫我换衣服嘛，要照 X 光换衣服嘛。我说我换啊，他说那个是什么？我说那是一个子弹。所以每次照 X 光我就做一次见证，都是跟他们做见证。那子弹就跟着我，已经跟着差不多20几年，差不多30年了，从受伤到现在跟着我。那脊椎骨上的子弹呢，一直回到 Orlando 才拿出来。那个子弹，那个刀口划下去，麻醉打了，子弹拿出来，那个护士、那个医生马上就拿一个盘子嘛，拿个子弹，血很多，说，你要不要留下来做纪念呢？我说不用了，我里面还有一个。那给他们解掉，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伤开得太深了。所以我出院的时候啊，这个腰就差不多是弯这样的腰走出来，因为它开刀开很深，所以我站不直，我就是这样。这个手是因为神经断了以后，就一直抖，一串，就它会一直抖，你一定要用右手把它压着，它才不会抖，你知道吗？所以我出院的时候是这样，整天这样抖着，在教会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等到我回到 Orlando 了，回到佛罗里达了，去医院，医生把子弹拿出来，那个护士医生就决定开始帮我做物理治疗。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在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医院里面，物理治疗是设备最好、技术最好的，因为那边很多老人家还有退休的人住在那里。那每天早上去医院做物理治疗。物理治疗也不是很难，就是这个桌子，长的桌子，我就躺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2个护士拿着棒球棍，这样子举着棒球棍，然后一边一个就这样压下去，就我躺平了嘛，啊，一边一个护士就这样压下去，我就惨叫一声，因为我原来像瞎子一样，黑呀黑低呀，然后他把我压平。每一次压下去，这个肚子这里就2边就那个血丝就这样，然后就涂那个 baby lotion， 涂那个乳液，涂，再起来，再压下去。每天早上哦，就这样压下去。我做物理治疗，做到后来说，我很恨我自己啊。我说我为什么这么傻？开枪打我的人没有告他，告到他死。我后悔，我原谅他。我不应该原谅他。我做这个物理治疗的复健，然后他拿那个螺丝起子给我，螺丝起子，螺来了啊，1桶螺丝，然后一个大的板子，4方形的板子，一个 S 型的螺丝洞。我每天做完那个就开始锁螺丝。螺丝黑了，还有这里一准锁螺丝，每天早上锁螺丝哦，1盒螺丝哦，通通把它锁完，锁完就跟那护士说锁完了，护士说再把它下来，下螺丝，所以我每天在锁螺丝、下螺丝。那他们做那个物理治疗是平的这样做，做了大概有1、2个礼拜以后，他就斜的一个角度，我开始这样锁，然后他最后就锁在墙壁上，我就在墙壁上锁螺丝。就斜的锁螺丝，很厉害。我的手就是这样做复健出来，然后下午就游泳，每天下午游泳，每天游泳。物理治疗整整做了1年，1987年做了1年，做到87年的 Christmas 年底的时候，我恢复到可以这样子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回到德州的教会跟那个牧师和弟兄姐妹道谢，然后也要问一下他未来我怎么做。啊，去到德州，圣诞节左右到了德州的教会，就是我的达拉斯的母会。
跟牧师见面在办公室，就跟牧师提到说，当时出院的时候有提到，如果我还可以活着，我要回到神学院去进修，以后要服侍神。那我的牧师在办公室里面就问我一句话，他说：“江弟兄，我很好奇啊，很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有没有从心里面真的饶恕开枪打你的人？有没有？”没有，你刚才讲的。我说牧师，我坦白跟你说，我没有真的饶恕。他说，在过去这一年，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过？我说牧师，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说我过去这一年，常常在晚上做梦，拿冲锋枪去追他们，你知道吗？你恨一个人你可以气到这样你就拿着枪晚上一直追，就追他们这叫 nightmare，OK？ 就这样过日子的我说我常常做梦拿枪追他们那我牧师说，那你这样还能读神学院吗？你就是读完神学院，神也不能用你，是不是我说我已经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真的饶恕他。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呢？”我说：“我做不到。”他说：“这样子，今天我就带着你在办公室里面，我们跪下来为他们夫妻祷告。”今天要给真的，他就跪下来，我就跟他一起跪下来，一句一句跟他祷告。因为后来对方欠我的钱是透过我的牧师还给我的，他把钱送到我的牧师那里，然后呢，牧师把钱还给，所以我的牧师是认识他们夫妻两个的，所以就为他们祝福祷告。真的很难。我觉得你知道什么最难吗？就是伤害你的人，你要把他的名字讲出来，还得为他祝福，这是最难的。伤害你的人呢，你最喜欢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车祸啦，得癌症啦，小孩子有什么不幸啦，我嘛听这些，不是喜欢听这个。哪里有一个伤害你的人，你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为他祝福。可是马太福音就这样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把他的名字念一下。我们最不愿意就是念到那个伤害我们的人的名字，你知道吗？圣经就叫你为他祷告。真的很难。第一天祷告完，从此以后每个礼拜三祷告完，第一件事就把他的名字念一遍，把他太太的名字念一遍，为他们祝福。那是12月圣诞节的事情。我常常讲圣经里的话真没道理，真没道理。圣经的话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它是真理，它不是道理。没有人可以想出这个方法，你想不出来。很奇怪，伤害你的人，你常常念他的名字，为他祷告，你心中就会得到释放。可是我们不敢，我们不想念他的名字，我们比较喜欢听到他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开始为他祷告，那是12月，大概圣诞节左右，一直祷告到第2年的复活节。到复活节过后的礼拜一早上，我就接到个电话，那个电话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来，你是江弟兄吗？我说我是啊。那时候我已经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了。他说，昨天复活节呢，有一对夫妻在我们教会受洗了。我说是谁啊？他说开枪打你的人啊。开枪打我的人也信主，他可以信主吗？可是你不是为他祷告吗？他信主了。我听到电话，我电话一挂，我转过来跟师母我太太我说，这下仇也不能报，没得玩了，因为他也信主。他说他怎么可以信主？那是4月的事情。6月他的牧师又打电话来，江弟兄，我们教会很想请你来讲道。我说你在哪里啊？因为他们自从事情案子结案以后就走了，我从此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直到他的牧师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在想，哎呀，这牧师胆子真大，他难道不知道江里这一定会报仇的吗？对啊，我岂会不报仇呢？对不对？你打我10枪，我还你8枪可以打。但是牧师就很有信心哦。哦，你来我们这里讲道，哦，很远嘛。我说哦，要去讲道吗？我跟我们的牧师商量。他说你祷告吧。然后我说我没这个信心，不敢去，怕拿枪去了。到11月感恩节前1个礼拜，又打来了，江牧师，你到底可不可以来呢？我说好吧，我去你教讲道，坐飞机到他们的地方，到机场接我，到他们的教会去讲道。在教会门口的时候，牧师就介绍我跟开枪打我的人握手。我们当然认识了，我们怎么不认识的人会把钱给他吗？连借据都没有写，就是信得过他好朋友，相信他多年的好朋友，才会把钱给他吗？到最后拿不回来，在教堂门口叫我跟他握手，我又不是不认识你，我站在教堂门口，他们夫妻站在里面，牧师站在中间，你们握手，要不要握啊？握，你试试看。站在教堂门口，有一句话跑到我的脑海里。保罗写了一段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现在肉身还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第2章20节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以前那个江里正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跟他握手那个人也不是江里正，是基督跟他握手，可以吗？可以。我就跟他握手了。我就跟他握手。后来我才发现，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经文，我都把它称为220伏特的电压 ，220 volt， 220伏特的电压就是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当你的人生遇到谷底，你不能突破的时候，你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死的道，就是老我被彻底对付的道。后来我在里面讲到，他们夫妻坐在第一排，都讲完道，他们夫妻哭啊哭啊哭出，我讲完道，他跟我道歉，对不起，讲完道以后就一直跟我抱歉，对不起。他说，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家的事都是我帮忙的。最后就是钱拿不回来，被他开了4枪。他对不起我，我知道我读神学要服侍，他愿意帮助我。看聚会完以后，就开他家，他做了很多菜，请我去吃饭，还要请牧师和师母去在他家吃饭，因为他以前是我一个餐厅的大师傅，他很会做菜，他也帮我的餐厅赚了很多的钱。或许他认为他应该拿一笔钱走，我没给他，他认为那一笔钱可能就是给他 ，maybe， 在他家做了很多菜。那以前因为婚姻不幸福，过得不快乐，常常也喝酒，喝很多酒。他也知道我喜欢喝什么酒，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桌子，菜做了很多，然后在我这边就倒了一杯满满的酒，我最喜欢喝的酒。后来就不喝，因为受伤了，信主都改了，他也不知道。倒了一杯酒，然后牧师师母他们全家都在那里，然后牧师那他就坐在对面。牧师说：“今天这个晚餐很特别请江弟兄做谢饭祷告。”那我就站起来，要做谢饭祷告。我看到一桌的菜，
看到对面坐着就开枪打我的人，我想哦，这不就是诗篇23篇的经文吗？在我仇敌面前，你们的摆设宴席。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看，哎呀，这诗篇23篇是为我写的嘛。我看到仇敌就在对面，他做了很多菜啊，然后杯子也满满的。心里正在得意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他已经不是我的仇敌了，他是我在主里的弟兄啊。其实真正的仇敌是谁啊？自己。自己。我们胜不过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你太太 ，OK？ 你不要怪你太太，也不要怪你的丢郎丢母，你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教会其他的人。教会里，你自己，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活不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个老我被彻底对付，基督的生命就活出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我那一天的祷告，我看完这一餐的一桌的饭，看完这一切，我知道我是我最大的敌人。我告诉你。那一天的谢饭祷告完，到今天为止，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你也可以得胜，你也可以把心中那伤害你的人放出去，让他去吧，把他交给神，让神来对待他。他悔改，他就得救；他不悔改，神自然有办法对他。我们不要心里放任何一个人。以至于失去了福音的大能，失去了主赐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的话语不能够完全描述你的恩典，也不能够描述你福音的大能。主啊，谢谢主，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是在死荫的幽谷中被你救回来，我们欠你一条命，这个命是属你的。主，你就用我们的一生，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信主的，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动这样的善功，让他们心里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让他们真正活出基督美好、喜乐的生命。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让每一个人的心中，将那过去的伤害、仇敌，都放在主的手里。主啊，你来做医治的工作，你来做拯救的工作，来做赦免的工作。主，愿你的福音的大能，在长老会这里，能够真的被经历到。被领受到，被成全。主啊，纪念牧师师母的辛劳，纪念长老执事同工的侍奉。我们更求主，让每一个信徒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还活着呢，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主，你爱我，为我舍己，我哪有什么不肯为主舍的？求主给我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爱心，给我这样的能力，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长老教会，在未来的45年更长的年日被主所用，许多人在这里蒙恩得救。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到这边。咱多谢姜牧师吼，我想咱即摆已经9点45分啦吼，咱两个问题就好，有人想要问牧师问题，伊讲迄个莫伤困难啦，但是爱上困难的啦，再来迄个苏医师。
牧师是上帝旨意的真正基督徒，我是小学生吼，我希望你当甲帮助我了解这个问题吼。像你头先你那讲哦，你思想变，其实你看得真亮光吼，真开阔吼。这是毋是甲保罗讲吼，伊捌去，伊也是捌个人捌去13重天吼，要倒转，是毋是？会当讲是同款的经验，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若讲是同款无同款，拢无要紧吼。第二个问题是讲。第二个问题是讲吼，这是毋是种 supernatural 用 spiritual 的经验？真正 physical 来讲吼，我毋捌看讲人死去去过活的吼。甚至你嘛知影，大家嘛知影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伊毋敢死嘛，伊讲人死 never return 吼。所以我真个请你向。要帮助我。两个问题拢叫问了伊啊，合作一个啊，这算一个啦。先讲后壁迄个哈，我其实我没有死啊，我不死，我只是伤得很重，只是医生说 he could be die，he could be die 不是 he die， 就是 he could be die， 就是说他可能会死。从医生的角度看，我活的机会不大，但是我并没有死。所以他们的手术做很长，从大概半夜做到第二天，做很长的手术。这是我没有死又复活，我没有，然后，所以我不是讲我死又复活，希望我没有讲到这一句话才好。然后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是，其实我不只是看到光，还听到一些声音，还看到我们平常看到照片的天使的照片，天使向我飞来，跟我讲一些话。这些话我也不懂，我也没有跟别人讲过，连我的牧师我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天使跟我讲的话，但是到今天我都觉得那是神对我的一个呼召，就是这样。是种 supernatural。对 supernatural 的，不是我不能理解，我就是到今天也不能理解。所以是不是像导游一样？我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因为我这种心太硬，我如果不受伤，我这一辈子不会信主。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我们又不是很笨的人，就是觉得自己努力，就是那种盲目的自信害了自己。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拯救我们，这是我想神很怜悯我们。还是好。我毋知牧师的想法是安怎，不过苏牧师你的问题是讲。所以你的问题，我感觉讲吼，可能无偌久，上帝要给你好掉。我想迄个问题吼，我感觉直接我顺我提起就是讲真重要吼。千万唔通去感觉讲，什么人有安尼经验，我嘛要甲伊共款。上帝互人每一个人的呼召甲恩典拢无同款。我想这个你应该足确定。足确定的代志，就是讲你唔爱去画上等号，特别是人甲人的中间这种的经验。这是一个危险啦。我感觉这个可能爱小可点起一下吼。呀 ，OK。我感觉是要问讲，伊迄个经验是保留的。对，我来讲绝对袂共款啦。我坦白讲，就是我要讲的是袂共款。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特别的恩典，拢袂有共款。照咱所需要，上帝互咱，去体验上帝。好，谢谢。再来搁一个，咱收假期呢？咱连讲要过来圣地迄个只零售的，无遐尼啊容易呢。有无？我问过你，迄感觉。就是讲为什么现在基督徒在面对很多极端的回教徒，在他们的 IS 的这些地方受很多的逼迫杀害，
啊，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基督徒面对的苦难和挑战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回答，一两分钟可以回答的，因为苦难，神许可一些苦难的发生，当然有神是掌权的神，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他当然知道。那他的用意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完全明白，啊，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堕落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受到逼迫，其实这还蛮正常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要回答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基督徒遇到患难困难是什么角度去看？我刚刚讲，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回答的。后面两个我都忘了什么问题啊？好，不要紧。OK， 咱多谢牧师啦吼，其实因教会今仔日还佫有青少年的同工训练吼，伊真无用吼，嘛是真欢喜，伫安尼台湾的mission trip 了，随佫来吼，来甲咱参加分享。我想特别其实伊的见证我毋是第一个听，但是每一摆听拢真深的感触吼，上帝特别的稳定。虽然讲伊毋是伫肉体顶悬4个月，但是对灵命顶悬，伊真正4个月吼，一个真大的改变吼。我想这激励咱啦。伫真理顶悬，咱无法度用咱的理性去解释，只有用生命去体验上帝的稳定伫咱中间吼。咱用普话声甲多谢。头先教会叫一个感谢函要来。互伊吼感谢伊特别拨时间来甲咱参加分享。咱嘛有机会会通佫有机会请伊来甲咱分享咱等于咱同工会当佫来讨论啦吼。我咧讨论咯吼，所以你要顺吼。我以前甲李牧师讲了啊，讲我来遮甲大家组织。不接受教会的这些钱，就直接奉献给我们教会，让长老会可以做传福音的事工，好不好？我再把它又交给你。那里面有感谢。里面有感谢函哦，感谢函，那我就拿感谢函。咱个一摆播声来。好，咱今仔日毋知有一寡甲我同款的感受无吼？咱早起伫圣地高长的教会，咱听着啥物分享？台湾 mission。暗时，这个张牧师伊来讲啥物？MIT。OK， 我想这个 impact， 互咱转去思考啦吼，安尼去祈祷，咱的教会。咱过来要安怎行？我相信这是一个启示，一个分享，嘛是有可能一个另外咱教会另外一页的开始，咱来思考。当然嘛，无一定是讲一定爱做什么款的宣教是安怎，但是总是甲咱提醒咱所应该要做的事啦吼。好，咱做来祈祷。主必天来，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早起暗暝。你有找起你中心的罗伯蔡牧师、姜牧师来甲阮三甲分享主你的信息。特别阮伫暗时听你姜牧师伊对真理顶悬的开拓，看见教会设立的目的，甲阮诚做基督徒的责任。阮也对姜牧师伊本身性命的体验，看见主你是真正奇妙的上帝。在伫你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主，阮求你的恩典也在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才着今仔日你的圣神的感动开启，也阮来思考你伫阮心上的呼召是啥物，你伫阮教会的呼召是啥物，我要用安怎的生命行动来回应主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今仔日一天真正充实。把足灵性的美牛来养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阮会通伫遮，搁一摆定心来思考，定心来回应主你的呼召。
互阮暗暝有好的困眠，明仔载搁有行程，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基督徒主耶稣基督圣名。